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看冷气团发挥着威力，这个玉山甲下环山拢落雪了。另外，台中甲新竹交界的新达山嘛来落4公分高的白雪。啊，那宜兰的太平山早起虽然敢若落米雪，但是已经互游客真兴奋了。米雪慢慢啊飞落来，体感温度敢若零下1度。 高温加上水汽影响，宜兰太平山正处银白色世界。现场还是不断下起冰线，而且呢，现场雾茫茫一片，看起来是相当的浪漫。那实际上，现在这个冰线下的速度是比较慢的，很兴奋，然后很浪漫，但是好冷哦。那你衣服也是？对耶，都是冰。道上水汽也未饱足，游客等待落雪，煞艰难等到米雪。这一边冷气团继续发挥，全台湾各地轮流看到白色色的美景。爬山客脚步徛在北玉山主峰，规片白茫茫。 下环山武岭上西老热带早起时也就开始伫咧落雪，来看各地关山零下5度高的高温，加上8天的水汽，互玉山北方第一站落雪。另外，下环山停车场规片嘛白白白，台中含新竹交界新达山温度上低降到零下4度，含内积4公分高的雪。附近的桃山山坳、路口的拄仔椅仔，马龙桥被雪冚累。冷空气还是有在影响到，而且水汽是比较偏多一个状况之下，中部花莲3000公尺以上，以及北部以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降雪或是固态降水的一个情况出现。白雪美景让真侪游客来这行较花，不过把握时间看雪同时，涂骹结冰，下骨拢会真细腻，嘛拢爱穿好少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